2015年国际半导体展拜三伫咧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。今年安省有1200间半导体含科技业者，吸引超过10万人来参观。受到这半导体题材影响，台股今日开关，最后是收伫咧24547点，起52点，创收盘历史的新高，成交值有到新台票4335亿。台股8日早盘起超过200点，捌攻上24729点，创下盘中历史新高。暗过后续走低，尾盘台积电抬价收平盘1180块，拖退大盘起伏较亮，总量收伫24547点，起52点，创下收盘历史新高，成交值新台票4335亿。台股的一个冲高，主要就是反映了美国这个9月降息的一个几率提高，所以短线呢就欠缺更新的一个利多来支持这个指数的一个上涨，所以造成了今天指数的一个部分呢冲高之后回落。分析师表示，台股伫经济利多激励持续冲关，国内即阵要举办国际半导体展，台北航太甲国防电等，也是市场观测资金动能的重要指标。针对美国媒体报道，美国总统川普最阵就会宣布会对进口半导体扣高额关税。国内半导体业者认为，未来半导体的沦陷关键，袂阁干那限伫技术产能的武器化，关键材料嘛是竞争的要素之一。你对于关键材料的掌握度是不是在你手上？稀土有没有？然后特气特化，你的国家能不能掌握？或者你能不能掌握到有友好国家它是稳定供应？ 2025年国际半导体展，7月要伫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，也是历年上界大的规模，一定会集合全球1200间半导体甲科技业者，也有4100个单位，要吸引超过10万人来看展。专家呼吁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唔但爱维持强势，嘛爱追求稳定甲永续，透过自主研发甲国际的合作做伙做，才会当确保供应链的韧性。记者采访报道。